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enry 啊。而家嚟到浩田一個特色單位，657尺三房嘅，仲有一個特色嘅平台喎。我同大家參觀一下。呢個係浩田5座嘅三房單位。首先睇睇個廚房先，客飯廳分明，樓底特高。呢個係特色單位，有埋一個入職嘅平台，相當實用。跟住我哋睇睇洗手間同埋房間。洗手間精美，第一間房、第二間房、主人房，相當闊落，同埋主人房可以直出露台嘅。大家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可以馬上聯絡我 Henry 907643約睇，多謝。